再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先来看到经济部办2019年台湾卤肉饭节，这2天伫台北火车头1楼广场热烈起鼓。今年用10全10美做主题，邀请规台湾142间业者，当中有这几款5花杂色的卤肉饭口味，和过去传统的口味无相像。像讲即马都有切丝、明太子、蚵仔，也有红梨这实在卤肉饭。这2天开放民众来到现场试食。经济部小连续3年。推xuất咱台湾的卤肉饭节，把咱台湾一般民众爱食的料理变做上有代表性的料理，互国际同人知。把这个和牛的这个脸颊肉拿来做卤肉饭。甲卤肉汤浇伫饭顶的，这碗看起来真普通的卤肉饭，其实用的肉是好牛，头点拍破传统，试几落盖才找到上好的口感。和牛的脸颊肉，因为它那个部位就是它在吃东西它咀嚼最多的地方，那里面有丰富的胶质。那卤肉饭一定要有胶质，在淋在饭上的时候，它的咸香味出来之后，才会吃到它的特色。台湾卤肉饭嘛会当真有日本的风格，这间业者伫卤汁顶的三真济起司，佮铺明太子变做菜肉饭嘛真特别。起司是选没有这么咸的起司，所以我们可以跟卤肉做一个搭配，因为我们卤肉本身其实是偏甜的。那安尼，佮有铺真济蚵仔卤肉饭，佮有加红梨永生卤肉等等，台湾各地142间业者做伙来到这，互民众排队抢要食。伙伴大会师登场了！由经济部办的2019台湾卤肉饭节，8月13、14两天就办伫台北车头1楼的广场。今年用10全10美当作主题，互人看到原来卤肉饭卖当有这么多变化。从市场到餐厅到饭店，从无星级到5星级，从离岛到本岛，我相信透过我们的活动，可以让所有的国内外的人都吃得到。小连续3年办台湾卤肉饭节，互大家有无同款的食卤肉饭的经验，成功甲台湾的在地料理送去国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